一名藍衫戴口罩嘅男子喺一間店鋪外面向店東表示想買一部電話，期間佢扮喺銀包攞錢準備付款，店東叫佢入鋪頭，點知佢隨即攞住手機轉身跑走，店主見到即刻追出去。事發喺荃灣荃豐中心，星期一發生一宗明目張膽嘅盜竊案。根據店東女兒喺社交平台上載嘅閉路電視片段見到，事發嘅時間係當日晏晝5點幾。佢話影片入面戴口罩、藍色 T-shirt 就係個賊人，準備俾錢嘅時候即刻跑走，偷走咗一部 iPhone 17 Pro Max。貼文一出，隨即引起網民關注同埋轉發，唔少人譴責賊人喺商場入面公然搶竊，行徑猖狂，並且希望警方能夠盡早透過天眼將疑犯繩之於法。警方話，當日晏晝5點23分接獲一名男子報案，話喺鋪頭入面嘅櫥窗攞出電話俾一名男顧客檢查，但係對方未俾錢就跑走咗。警方將案件列作盜竊跟進。